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8节到17节。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到5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免惊。天音诗班有一首歌的曲名叫做《毋免惊，耶稣伫遮》。意思是讲，基督徒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拢无需要来惊吓，因为咱有主通好来倚靠。大卫自将面对歌利亚的时，就宣告：伊毋是倚靠人顽强，武器真精良，也是马，也是。其实，伊所倚靠的只有耶和华上帝的同在。扫罗王伊是不但是失去上帝的同在，佮较有邪灵进入伊的心里，互伊的心失去着平安。不但安尼，佮除了无顺服上帝以外，伊啥物事拢惊。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8节到17节的记载，战争佮爆发，大卫出去甲非利士人交战，甲因彻底来打败，因就逃走。有一日，扫罗坐伫厝内，手揢抓枪，对上主遐来的歹神佮临到伫伊。迄时大卫在弹琴。扫罗用枪来射大卫，要甲伊钉伫壁里。大卫闪开迄支枪，插入去伫壁里。迄暝，大卫逃走离开。扫罗派人去大卫的厝监视，按算透早要甲伊杀。大卫的某米甲对伊讲：你今暝若无逃命，明仔载一定互人杀死。米甲就对窗仔甲大卫对落去，伊就逃走去灭。米甲用家族的身上下入面床，用山羊仔毛盖头壳，用外衫甲伊盖咧。扫罗派人去抓大卫，米甲甲因讲伊在破病。扫罗佮派人去一定要爱看到大卫，讲连面床煞光来我遮，我要互伊死。使者入去看到面床家族的身上头壳盖着山羊毛，扫罗对米甲讲：你是安怎骗我，放我的对敌逃走？米甲因讲，伊对我讲：放我走，若无我要甲你杀死。扫罗的心思就是惊吓、混乱到连家己的查某囝拢要怪罪，伊一心就是干那要来杀害大卫尔。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主，伊搁我显现的时阵，就甲门徒请安讲：愿恁平安。因为因的心真惊吓，失去着平安。有一个时阵，因的心内底嘛充满着迄种惊吓，特别是对着迄种特殊的境况。今日的经文，马可福音记载着耶稣基督行伫水面上。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到52节安尼记载。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上船，先过去兑换，去伯赛大，家己留伫解散群众。耶稣离开群众了后，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船行到伫湖的中央。耶稣家己一个伫岸顶，伊看到门徒热风的掌咧刮，过甲真辛苦。天要光的时阵，耶稣伫湖的顶面来因行去。
想要对边仔过去。阮都看到伊伫湖一顶面顶行，想讲是鬼，就大声喊，因为大家拢有看到伊，真惊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安心是我，毋免惊。耶稣上船去，甲因做伙，风就点去。阮都非常会着惊，因为无明白伊迄个饼的意义，心也真钝。阮都真惊吓，因为无有看过的人会通行伫水面顶悬。耶稣基督就甲因讲：是我，毋免惊。好啦，亲像耶稣基督给我显明的时阵所讲的，愿恁平安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对上主的律法得到保护。对你无忠心的人，我厌恶。我所喜爱的是你的律法。你是我闪秘的所在，是保护我的盾牌。我仰望你的应允，做歹人啊，着离开我，互我通遵守我与上帝的诫命。求你照你的应允来扶持我，保守我的性命，互我无因为仰望你失败见证。求你扶持我，我就得救。我要不时地专心遵行你的命令。违背你命令的人，你拒绝因的诡诈会失败。世间的歹人，你看做省事，甲因除去。所以我喜爱你的教示，我因为行为你，规身躯皮皮喘，你的审判互我惊吓。我有实行公义正直，求你毋通甲我放杀压制我的人。求你保证你的仆人事事行通，无受到骄傲的人的压制。我毋望你的拯救甲公义的应允滴到目睭火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对待你的仆人，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捌你的教示。上主啊，现在是你行动的事，因为人迫害你的律法，所以我喜爱你的诫命，比金比纯金更较爱。你为着万事定的律例，我拢遵行，所以我厌恶一切虚假的路。恳求主帮助阮克服生活中间的困难甲惊吓，求主赏赐阮平静安稳的心智，会通靠主得胜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